怎样无？啊，公主，这个人要暗算你啊！唔准你乱讲，周勇啊，你袂晓看，伊是一个斯文人，伊免来要暗算我咧，而且讲我是无冤无仇啊。你若安尼黑白讲啦，也无证无据啊！你若用讲我要暗算恁公主？都对，周勇，这拢是你的误会啊！嘿，啊，刀要阁唔收起来啊！公主，我明明亲目睭看见拄着手举底刀要刣你，所以偷偷靠近你的身躯，你也看，手还阁有举底刀伫咧。周兄弟，你敢真是有影？啊，无，恁误会啊！我毋是举这底刀要暗算恁啦，因为吼，我是要保护我家己的。保护你家己？是啊，啊都，我头一遍来这个所在佚佗，我了准讲遮足好耍的，你哪会知影来到这个查某拢又老又歹，啊，佫甲我捡条条，也毋放我煞，我毋才是去这支底刀出来甲因替囝。哦，哈哈，原来就是安尼啊！周勇，啊你剑苗佫毋收起来？兄弟啊，你讲的一点仔都无误着，我拄则也是甲你同款，我遐个查某，哎呀，惊一个要害去咯。后尾就两个斗要150岁啦，我是无有小刀，若有小刀也同款摕出来防身啦。啊对对，你看。前面了一间客栈，要无咱来去迄间客栈，我请你食几杯仔酒，甲你缀惊一下。好啊，请。公主，啊对，周勇，恁兜敢是住伫宝剑川呢？宝剑川离开这个镇港无远哦，要无你也袂晓先转去恁兜去看你的灵堂。啊，毋过这个人，哎呀，伊文质彬彬，无什么要紧啊，你放心。嘿，啊你还阁唔去？哎，你唔去，我实在要生气咯。是。呀。哎，不对了！这是几号啊？这是酒大佬，对，等等来。啊，大郎啊，足久无看了，咱慢来我的厝里哦，啊叫你娘嫂人啊煮两咱来啉一个啊。多谢多谢。啊，行啦，来去啊！在下叫做朱秀，敢问兄弟尊姓大名呢？在下姓萧，名玉。哦，原来是萧兄啊。不敢当。拄则有我个姓周的朋友，实在来冒犯萧兄，我就敬你一杯，替阮的朋友甲你下不是啊。自兄你太客气了。虽然伊貌似迄个翠烟云啊，不过待人谦和又温文，伊纯美如雅伊文书啊，伊咧看宋玉也谈不如。伊心香泪落上俏雅，我怎忍下手是安慰人？如此良平相见慢啊，有意甲伊结为金马郎。小英啊，敢问基主何先兄啊？
有兄弟相为伴，无兄无弟是甘孤单，有心结义来作伴，何必手指啊？情一半。好啊，师兄诚心，是何事？若是因我风的主事啊，哦。也你比小弟是加误会，那呢我就危险咯。大哥啊，哈哈哈！天为兄长，当的干杯啊，兄弟当干杯啊。他毋听了知影，管玉小甲自首，好惨就讲甲真投机，而且两个人情兄道弟，讲贵的宝。秋勇伫身边无？无。真好的机会，伊为什么毋下手？哼，莫非管玉小另有其心？兄弟啊，你当时住伫什么所在？哦，大哥，我即马是借住伫咧城外南沟一位老农夫的家中。那你有影送你转去，免啦，大哥。日头已经要暗，你家己一个人行，我也是袂放心，也是有影送你转去。无嘛好，兄弟，啊，你是安怎样咧？大哥，我看安尼啦，这路无偌远，我家己行就好。明仔载我才来去客栈找你，安尼好无？安尼嘛是好，你家己一个爱较小心咧。好好好，大哥，你紧行。安怎？讲，你为什么毋下手？我讲啊！为什么？兄弟，因是啥人？哪来救咧？大哥，因为无啊，恁是倒遐来的。安尼哪会去救一个读书人呢？我跟你讲，这件代志，你若唔好好啊做，我只好另想办法。到时阵，吃亏也是恁老爸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做，我会做好。最好上介好，唔通怪我无情。我知影，我知影。我多人发手，小可甲伊骗来去宋家庄，你老爸性命重要，王爷的大事更加重要。这。嘿，兄弟啊，因是什么人？哪会用安尼对待你咧？大哥，因为阮阿爹经商失败，
啊有欠伊一笔钱的，伊是要找我来讨钱的啦。哎呀，戆小弟啊，啊你若唔用啥讲，姑爷替你还钱啊？多谢大哥，阮阿舅有答应，讲伊钱要借我，所以我才会离开厝内，要来找阮阿舅提钱的。恁阿舅是住伫倒位？伫遮有偌远呢？啊，住伫住喺倒遐咧？住伫丹阳社外迄个宋家庄。宋家庄。哎呀，我看也是规兄送你转去啊！你家己一个人，佮已经要暗啊，真容易人会欺负你啊！欺负我？敢讲大哥你会晓武功？我虽然是袂晓武功啊，总是我是你的大兄，大兄应该爱照顾小弟啊。妈啦，大哥，我哎呀，你免来干，你看，日头要落雪咯。小用色点滚红云，满天彩霞映山村，美景水好吉顺，乌叶来临大地昏，天地岁月强树春，乌叶标着滚雨轮，虽然我讲愿客存。要尽红日照茶文，真是情敌难离寒，玉箫如来心不安。犹疑照经变为难，免我左右两为难。浮漂水水向东流，流到何处风把休？人在何中不享受，愿做浮漂着河流。只怪浮漂成无边，一生用作漂流心。人非浮漂离乡定，为何要做漂流人？你即马是伫咧讲啥？我是咧讲我家己。你家己是啊，出门在外就可比这个水中的浮漂共一样，不管时都会当做着风吹雨打，所以嘛，我真想要较早转来。这毋较简单，你若记着你的母句，你就会用即时倒转去啊。大哥，你呢？什么时阵要转去？我，我还要早，我特地是要来去江南游玩啊。你只是为着游玩而已。大哥，万一你若遭受到不幸，或者是危险，敢讲灵准袂挂念？贤弟，你是讲劝我较早倒转去？是啊，有兄听你的话，等我游遍江南了后，我立刻就倒转去。哦，唉，
贤弟啊，你是安怎哪会伫咧叹气呢？你呀，使我想起一个故事。是啥物故事啊？ 55年个祝英台，为求学问业君才，东闯京土前三代，不惜演技牛自带，为上未经过败坏，有得可怜为何来？言语穷我，哈，真难改，有为零碎才应该。唉。 为一点名又不改，憨直又成牛自带。面对多情生天主，不知如何做安排。 贤弟，我看你啊，好亲像有啥物话伫要对牛兄讲，啊是安怎唔坦白讲出来咧吼？贤弟，你会寒手？袂，我袂寒。大哥，为什么你要对我遐好？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贤弟，天地不该蒙原因，你我意见愈孤零，照顾贤弟兄之情，比如同胞敬相亲。你我相处是不求，如此情重为何有？知己偏求心良友，无言实在空应愁。大哥，有一天你若发现我是你的敌人，安尼你要安怎？这要哪会咧？明明你是读书人，而且佮我是无冤无仇，要哪是敌人呢？大哥，公主，公主，你，公主，原来你就是伫遮，我死直咧找无你，你有受伤无？嗯，啊，当无读无书，我是要安怎样受伤呢？哼，你再借机会就咧接近阮公主，到底是什么居心？受用啊！你哪会晓对萧玉无礼？我已经甲萧玉结为金兰，会晓讲咱已经是兄弟的相称啊！哼，大哥啊，我就住伫前面迄个农户的家中，甲咱兄弟啊，后会有期咯。故事，嘿，贤弟，贤弟啊！嗨，小玉，拢总是你，啊你是安怎样？你对萧玉是有啥物见解哈？
无伊是倒一点去得罪你啊？公主，我看伊都无亲像好人啊。伊毋是好人，伊啊，规工是跟我斗阵地，伊若要存心要害我，早就害我，哪着等到这样存呢？皇上，臣身有保驾重任，我不得不加倍小心，请皇上谅解。唉，其他拢毋免讲啦，以后毋准你对伊消极无礼。是。我歹命，我歹命，我哪会这歹命？我无死要煞，我不是来死大嫂，的唔通，你是安怎？你莫甲我叫，你互我死啦！我无死是袂知，你互我死啦！你互我。是啊，大嫂啊，到底你是安怎样啊？嘿，我是有啥物委屈呢？你坦白对阮讲，无听着，阮会当替你帮忙啊。我叫做毋是啊，阮翁3年前就死啊。我逐工靠芳西一步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前几工阮婆婆破病来死啊，我无一家伊带，我只好向放东来区大爷，该借30两银。我做梦也想袂到，当一个纪念的区大爷，竟然将假银两来借予我。银两免哪会假？因为内面拢是铜做的啊。哦，铜做的，哈，唔是啊，我借你的是正经黄银两呢，呀，你安尼摕来害我用这个铜的，你分明是要破坏我的名誉嘛，啊，你要来甲我口诈嘛，啊，哼，区大爷，这明明就是。啊好啊，你免甲我讲，啊，你这个大胆的刁妇啊，啊！我若无互你食死啊苦的吼，你唔知影我区伦的厉害啦。安尼，3工互你传难，3工内你爱摕40两来害我，咱若无吼，我甲你送去官府严办。